來菜 Q 了客際談。講年喵講，真講年喵湯，喺阿錢，那阿嚕，今日來講叫皇太梯。好，今下10月中，然後農曆9月初一，通常今日咧就會落到後太，你講啊打太平條，而家就好像天時趁日機會寫就到晒一切唔好嘅東西，然後女工就會提倡下到一天唔得做衰事，我跟住規矩來做。我實在，然後咧，乜解係叫皇太梯咧？乜解呢嚟唔係一個通常年代後門係萬年人咯。因為就好像童年拜神就天就對象㗎嘛。然後咧在去拜中國咧會講拜叫喺老皇梯，係啲老神咁樣，又要將種童年咧樹要教嘅，三皇五梯，即係教女仔落去咁樣。三皇五梯啦。其中咧到地道咧就係要女媧。服侍，女媧服侍啊！一啲女媧服侍。因為其實除下到佢除佢個手拜係叫做按種嘅求神，所以咧就太過大個就好了啦。然後咧接下來其實跟嘅時代慢慢咧變靚嘅時候咧，拜嘅對象又會慢慢換嘅。然後咧會隨主權咧嘅幾廿年頭，你拜咧拜嘅嗰代又係。叫做個重要人物叫做出名嘅人，要到也包括埋去拜在清朝末年嘅時候拜天地妃嘅辦公廳姊妹。天地妃。然後咧，但係在嘅之前，上一個在前一啲啲時候，也就係明朝嘅時候，明朝嘅時候要。在下到半天拜嘅嗰代就係叫做明朝嘅年，然後嘅年係萬年咧，在下到半天年嗰代講嘅叫皇太梯，其實拜嘅係所謂天叫皇爺。天叫皇爺。然後天叫皇爺講嘅咧就係鄭成功。鄭成功。也係因為來到下到嗰啲丹陽咧呢度廟嗰度也係斗母宮。然後鄭成功在當年就上頭講一冇萬樣反清復明嘅時候，佢在上頭嘅東西，即係按中嘅東西嘅地方就係在斗母宮開始咧。然後會拿中央人當神拜咁咯。唔怪得好奇怪，斗母宮係乜嘅地方乜嘅廟啊？其實啲廟嘅人咧經常拜鄭成功嘅啦，但係最重要事情發生在嘅廟裏拜完，佢嘅廟就傳人保持人拜嘅中央人物咁樣咯。然後咧，其實叫皇太梯唔單單出拜個神人咧，也算係一種道教嘅人本身嘅一個寫信革命嘅一個機會。但係同時也要人家係要啲同神發現中，所以得到啲東西咁咯。然後咧，到來會見嘅神咧，就係來設7日祭咁咯。7日係咧9日啊？其實咧也係要看到發現嘅時候講嘅咯。遇到都是好久嘅喎，幾年。遇到是常在嘅可能咧，就係要開始設咧，可能要去個新嘅滿足，然後就找人設落去咯。冇就係佢講可能啲發現嘅時候，佢首先講佢愛設常在，可能夜宴後太啊，就係叫喎。所以啲就係要揾咁嘅東西，所以啲人如果可能好多要到人家實在係好正經嘅咯，啲方面樣樣咯。然後咧，見他講下故事啦，係到裝批嘅，叫做看到嘅東西。你講起見他到幾多年代過嘅呢能嘅紀念，應該也係無幾啲關係嘅。大概幾10年，乜嘅年代？呢而我講嘅話咧，差唔多係1965年左右。1965年，其實同年在丹陽已經係發展得好也發展得好太了嘅啦。然後咧，乜計同年咧都就喺個習俗習慣咁也已經在丹陽散晒見了嘅。就係講同年要做嘅東西，也會在丹陽潛留一啲後
好表面的东西，就算係用最死咩啊，所以你一定要唔要感覺到，有的時候你都會感覺到，但用有真係童年嘅地方嘅咯。童年標啊，有肯。係童年標。今仔嚟講咧，係即係啦，叫老年代嘅故事咯。叫做刻板，叫做實在，無像今仔硬放片咧，到處都搭棚喺度望啊，完全冇。叫通通嗰度係在城市裏邊，叫好多店屋嘅地方，叫我在那邊擺檔口嘅。當時睇咧老年代講嘅，哇！一黃牌店屋差唔多要100幾隻檔口。哇！其實也係唔少咁樣，所以你用見下來講嘅話，也係好神奇嘅東西。見下係個風山咯，真係啦。但你去擺話就100幾隻檔口，質你實在。就算係嗰陣日子，你無想到講，擺時買咧，就去適當咧，也係話，可能係好實際嘅東西咯。呢陣日子啊，又係超熱鬧啊，是。對啦，然後咧100幾隻檔佢實在咯。然後有的時候，你通通吹晒佢嘅，所以意思就係講，有的時候叫做喵啲 boy， 幾支次元咧叫做出講後來同埋做足來嘅，因為你實在你唔得講，哇啲 boy 參尾烤肉嗰種東西係好唔啱咩東西嘛。然後咧其實叫皇太啲開檔嘅年齡，一般先啊唔得食肉嘅。係叫要至少菜嚟地道嘅咧，叫做菜開檔咧就建議成就愛槍筍嘅。哦，槍筍，我問講槍筍咧。就刻板嚟講，如果是就啲咧出水機建議都唔得同我熱了。嚇，可能連咧新鮮同埋鮮都愛千層啊，係咪啊？仲有上線，係啊上線。然後你到頭發展到見下咧，真講連咗盤啊，檔口通通都寫到槍，地方都寫到槍咁樣。你發生過買事掉真有咁樣？其實其實也係一隻，就係咁冇到講我實在了就唔得，要參咗奇奇怪怪東西咁樣，也算得一隻再啦來提升世界，一天愛做足來，也愛對待出世界，也對待出派大年咁樣，也對最終愛去係拜神當個神仙嘛，因為你通通東西都做足啦嘛，就係咁咯。然後咧，當時喺老年代咧就隨佢行街食飯，然後咧要一下隨佢食完飯嘅時候，哇！如果看到對面有隻檔口搬打包個薑啊，放喺個檔物嘅啊，其實咧唔係人家去掃檔啦，而是係原來張地老道有隻跳桶咧，他每個省，通常好像叫皇太啲跳桶嘅，然後爭好多來搬啲，爭來搬啲好像搬啲衣頭啊那種東西，嚟搶佢哋下來幫佢哋去做。然後咧當時唔知道嗰跳桶咧到底係乜嘅原因喊落嚟，但咧嗰跳桶咧就去換一檔大嘅薑，有張理解到要大個薑嚟嘛，有張理解到原來嗰笪檔口冇做出來。呢笪檔口一頭做東西一頭而就建議冇做足嘅規矩嘅東西。冇實在嘅意思。冇實在，但係而就用而見下去做債吹，一下就去食肉咁樣。即係開始發生嚟過後。而就講其實也唔係講就後，也唔係講因為嘅事情嘅，但係也係同我哋講，你係愛做嗰種在店咩嘢種規矩就做足啦。就係你真係愛發現，愛試到發設計新啲波，愛去做啦，就係設計愛去做啊東西。就係講喺當時就隨啲啦地方有嗰種有啲東西，因為可能把地道嗰種咯。反正你賣，你要係賣食你要賣本嗰條來發現嘅嘢食啊，所以佢睇到真係食得好香啊！聽講種屋卡好種奶牛食陳黃食一番啊，啲東西都款開，仲是賣個一套嘅係我實在嘅東西咯。變物街都唔得慘咩？做東西咧都愛用槍咧，用線咧，或者你用嚟嘅一套你燒的，然後把人用嗰種啊。係啦，就係後年會就人家在講唐田古啦後南嘅。所以佢哋好多年就咁樣出現那杯賣來食咯風噴嘛，而且而且講下那杯當係冇賣咧，黃太開佢哋。然後咧就好像那杯搭棚，
到旁嘅，然後就擺凍好，就咪用經濟飯菜嘅方式來賣啊。但係人哋想買飯能啦，而家而見下日多出嚟，叫我會多出一隻台，就專門做麵啊，做粿條啊。嗰啲麵啊，好像真係好好食咯，食到真係。見下地講佢度做啊，佢個師傅又已經係師傅厲害了嘅，咪介料都要做得好種真嘅樣啊。所以咧，日後南嗰度冇講要嗰種。除用 tap 你只要 tap 東西嘅，也就搶下可以食爽咁嘅。我哋話可以食咯。呀，就係啦，就係。還有叫做還有貓到嗰條角龜啊，像甜嘅東西啊，因為叫做是甜嘅，嗰個你實在。因為有的時候你實在是唔飽啊，所以就要靠啲餅啊、炸嘅餅啊、炸嘅麵包嗰種啊，就。好豐富啊！係啦，真係乜雞用都要啦，係咯，呀。然後見下咧，就差唔多講晒了啦。不過咧，希望大家可以記得東西見下SOP 可以做足來嚇。呢通常就製翻啲好多年嘅嘢，就位都食茶嘅。你可能要製啲咩東亞不一天要年排隊嘅。有個看到一次，佢條雖然係賣大包咗啲啦，佢講都企得好密啦。希望大家賣嘢就夾夾進去，然後做下來一定愛。記錄自家嘅名，咪家己幫一半人家前到年，保護自家啊，保護你身邊嘅人。然後夾也愛死年了，就也唔希望講同都傾好下，朋友同朋友冇得見面，老年家同老年家冇得打麻雀，這樣啦，就係咁啦，好啦，好，多謝，拜拜，多謝，拜拜，多謝，誒，鍾意發訂閱分享啊，還有乜嘅？有你哋又好厲害，要 contact 晒了。還有開啟小鈴鐺咯，咁樣啦，拜拜。拜拜。要買東西唔懂咧，你就寫落來，網上喺度 contact 你，然後就再慢慢加啲料落去，然後撥撥撥，好，拜拜。